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嚟自香港兒童才藝學院嘅希利。我由4歲開始已經加入 HKKTA 㗎啦。我上次就係被訪問嗰個，今次我就做主播啦。大家好，我叫羅仲偉，我今年5歲半，我讀合一堂。喺我身邊嘅有羅仲偉同埋佢媽咪。偉偉媽咪，你覺得偉偉參加咗香港兒童才藝學院有冇咩唔同咗啊？有啊，其實佢有好多方面都唔同咗，特別喺自信心啦，同埋喺嗰個情緒嗰個調節方面咧，我覺得佢係正面咗嘅，因為偉偉都係一個比較多嘢諗嘅小朋友嚟嘅，咁同埋佢對自己嘅要求咧都幾高嘅，咁但係同時佢又會好驚即係失敗啦，同埋挑戰嘅喎，咁但係嚟到呢一度之後咧，正正就係俾咗一個好好嘅機會咧，偉偉佢可以去接受同埋學習咧，自己係會有啲唔係咁完美嘅地方啦，同埋去梳理佢嘅情緒嘅，每一次都比上一次進步少少就夠。咁呢句説話其實對我嘅影響都好大，因為佢係提醒住我哋咧，作為父母其實唔需要小朋友一步登天嘅，反而係一點點去累積佢哋進步咧，先至係最重要嘅咯。偉偉媽咪，咁你覺得喺呢度有咩幫到偉偉最大啊？我覺得幫助係好多嘅，我覺得係成個團隊上下咧真係好用心，俾咗好多心機落去，同埋我特別中意佢哋嘅課程設計啊，因為當中咧其實都係圍繞住好多品德嘅教育，我覺得係令到小朋友同埋大人咧都可以有好多反思嘅機會，尤其是係即係都好想借呢個機會咧，真係多謝任教呢一班小朋友同埋偉偉嘅老師啦，因為我相信佢哋一定係俾咗好多心機同埋耐性咧，先至可以令到佢哋由周圍走啊，馬騮仔咁樣啊，到上台嘅時候咧，每一個都係學到嘢之餘，但係又同時係守紀律，仲要係學到一啲嘅品德教育喺裏面，所以我覺得用心做好嘅一定係好好嘅事情咯。